Hello，大家好，我係 Jackie 啦，OK，咁呢個就係今個禮拜嘅週記啦，咁我就詳細咁講一次我今個禮拜做咗啲乜嘢啦。首先係星期日啦，咁我就冇記錄到嘅，所以我唔知星期日做過啲乜嘢，咁就好快去到星期一。星期一我做咗咩啊？咁我就研究咗有關學習一啲理論啦，同埋就將一啲文字類型嘅特質啦，將佢分翻開啦，就係分類咯。啱我就思考咗關於遺忘啦，同埋記憶干擾嘅問題啦，例如話艾賓浩斯遺忘曲線啦，咁我就通過研究佢啦，知道咗間歇式學習，OK，就係27-30法則啦。喺學習完之後嘅第二日，跟住下個禮拜，最後係喺30日後再進行學習啦。但係我唔會去到咁複雜嘅，我只會就係當日學習完，跟住我再喺下個禮拜再學習翻同一套嘅練習咯。點解要咁做咧？因為我係想簡化翻個流程咯。OK，我覺得就係咁樣嘅話比較容易操作啦。咁之後如果要再複雜化都可以用翻同一套方法嘅。然之後呢個我要咁樣間歇式學習目的係咩咧？就係為咗對抗翻個遺忘曲線啦。就係方法就係透過就嚟忘記，然之後再學習翻嚟，又提高翻嗰個記憶嘅誒個記憶嘅黏着度咯，OK，可以黐晒喺個大腦個，我唔知點樣形容，OK。然之後記憶干擾啦，OK，咩記憶干擾咧？其實就係你學習完之後，你可能會有一啲活動啦，可能會干擾你嘅大腦嘅記憶啦，大腦嘅編碼啦，所以我哋咧喺進行1至2個小時嘅學習之後，可能就會進行15分鐘嘅冥想咯。喺冥想嘅過程，可能大腦就會對記憶進行 consolidation 咯，進行編碼咯。跟住咧15分鐘嘅冥想之後，可能要再進行多30至45分鐘嘅低強度活動咯，例如話去廁所啊、飲水啊，或者係散步等等咯。但係唔可以跑步，亦都唔可以睇 YouTube 或者打機等等嘅，因為呢啲係屬於中強度咯、高強度嘅活動啦，可能會影響到我哋記憶嘅編碼嘅。OK。然之後星期二我就冇做太多啦，我做咗一啲關於數學嘅練習咯，就係用翻頭先嘅方法咯。OK。咁我可能下個禮拜會再做翻同一份練習咯，然之後睇一睇個效果會係點樣嘅。然之後就係星期三我去咗睇戲，所以同樣係冇記錄嘅。咁我嚟到星期四啦。如果你之前睇咗嗰條關於未來個 planning 嘅片啦，咁我就知道喺我星期1至3就會進行提高學習效率嘅活動咯。然之後我星期四有可能就會研究一啲遊戲題材嘅，例如話今日嘅應該係話星期四嘅遊戲王咯。咁我研究遊戲王，我就研究咗咩咧？首先啦，我就研究咗關於遊戲王入邊嘅主流牌組啦。OK，思考佢哋有咩特徵啦，然之後我就順便將遊戲王嘅唔同嘅重要嘅主題啦，我都將佢分翻開啦，方便我之後進行針對性嘅思考啦，有效咁提升翻我個玩遊戲王嘅實力嘅。跟住嚟到星期五啦，星期五就主要專注喺一啲工作性質嘅一啲研究嗰個，例如話就星期五我就冇進行任何關於應該話我進行咗一啲關於 side hustle 嘅一啲嘅研究嘅，例如話係我將佢分翻一個類別啦，例如話我分開有關兼職啦 part time 同埋仲有自僱 freelance 呢兩個類別嘅，咁我將佢哋單獨
去做一啲 research 啲咩啊？就係 research 關於相關嘅一啲法例啦，例如話關於 part time 啦，咁相關嘅法例就其實係關於針對佢嘅福利嘅，例如話現行嘅418規定啦，保障咗保障咗關於兼職人士一啲福利啦，咁佢就淨係實施至2026年嘅1月17號嘅，而新規定嘅468規定咧，咁就會則喺2026年嘅1月18號生效咯。而自僱又係點咧？自僱就係唔係同就係唔使簽，唔係同任何人簽咗合約啦，嚟到去工作啦，而係為自己工作咯。咁呢一個咧就一啲法例咧就比較專注一啲關於點樣可以合法經營方面嘅，例如話你要申請商業登記證 BR 啦，咁方便稅務局交稅嗰啲咧可以check 翻，然之後你可以交翻啲稅咯，咁就係可以合法經營嘅。咁差唔多，我呢個禮拜就係做咗呢一啲嘅學習啦，或者係一啲 research 等等嘅。咁條片應該就去到呢一度啦，咁就呢個今個禮拜周記，咁多謝大家啦，就係咁樣結束。